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高雄车站周边的站东与站西路，为了引导特殊的路型，特别铺设了鲜艳的红蓝路面。但启用不到2年，亮眼的铺面却变得坑坑洞洞，不仅影响美观，更让骑士担心打滑受伤。交通局表示，近期将针对破损修补，未来考虑回归常态路面。车辆行驶在亮眼的蓝色路面上，只不过仔细一看，上方有许多的破损和凹陷。这里是高雄车站旁的站东路，如今的彩色标线变得老旧斑驳，不仅有损城市门面，对于行经的汽机车来说，也可能会造成打滑风险。都是坑坑巴巴的啊，没有，因为这样很危险，人家不小心就会应该路面要平整，都有影响啊。你下雨天的话，会积水。定期看有破损就要修理，这样子的话对大家比较安全。但这些并非一般的道路彩绘，而是具备高摩擦系数的 AC 型特殊铺面。由于站东与站西路环抱高雄车站，路型特殊且包含连续4个弯道。当初市府希望透过红蓝色块引导动线，并强化抓地力。不过从2024年2月启用过后，该路段交通量相当大，铺面不堪车流负荷，开始出现剥落破损。当然，我们使用了较高摩擦系数的一个铺面去解决这个站东站西路弯道它很容易打滑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希望说，那你不要摩擦系数有提升，但是你却因为地面的坑坑巴巴，导致有其他人他的摩擦力够没有滑倒，但是他因为坑洞而摔倒，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好了。所以也希望说相关的单位，包含交通局，包含我们的公务局，是不是应该定期的来进行养护？对此，交通局回应，当初是考量通车初期民众不习惯路型，才设置彩绘引导。目前行车动线已经成型，近期将针对破损严重部分进行修补，未来则会研议逐步取消彩色标线。只不过一旦取消特殊铺面，原先为了安全而设计的高摩擦系数优势，是否也会跟着消失？当初是环抱式路型通车之初，考量用路人不习惯行车方向，所以用颜色来做加强的导引，避免车辆有误闯的情形。那目前站东站西路的行车动线呢，习惯都已成型。那本局也会妥为检视局部破损比较严重的部分来加以修补。那后续的话也会逐步的研议来取消彩色的标线的导引，让它能回归常态的AC 路面的铺面。我觉得当然改变材质它会是一个选项，但是问题就是说，你从站东站西，你从进到出，其实你会经过4个弯道。那这4个弯道，它其实在转弯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就是机车族手法当然比较不会，可是不守法的人还是很多。他的车速过快的话，在这个地方他就很容易会去打滑。那打滑他自己摔倒就算了，他可能还会撞到其他的人。所以我会认为像这种紧密的连续弯道的地方，你还是应该要使用摩擦系数比较高的一个铺面。虽然市府表示彩色标线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用路人已经熟悉路型，但如何在后续的维护中持续兼顾美观与抗滑性能，而不单只是回归的传统路面，将会是车站周边交通重整后的下一个课题。记者传军高雄报道。高铁宣布，2月2日起，平日将增开晚间10点南港直达台南左营的列车，停靠台北板桥，不停台中。新班次可分散人潮，提供更多的选择，便利通勤及北高往返的旅客。高铁宣布，从今年的2月2号开始，平日1到5将加开一班晚间10点从南港发车，停靠台北板桥后不停靠台中站，直达台南及左营站的直达车。民众表示，如此是便利上班族以及当日通勤需求的旅客。对上班族来讲，我觉得是蛮方便的，因为缩短时间啊，你缩短时间，你相对性就快速嘛，就不用站停。这样很方便呐，省了很多时间呐。因为我们去台北也是会坐比较快的那种1个半小时的高铁，所以有这样子更快啊。目前高铁北高最短时程的列车是9点20分南港发车的车次，之后3班车都是多站停靠。10点的增班直达车增加了民众的选择，也可以分散搭乘人潮，舒缓乘车压力。你要高雄到台北的，那你就不要去挤人家的那个区间车，你就是专门有加开这样子一个高雄到台北的一个加开班次，让大家来做使用。那把旅客做一个分流之后，我认为它当然会有效的去降低大家都去
挤在同样的一个高铁班次上的一个这样的问题。立法委员李坤泽建议高铁加开台北高雄间更少停靠站的直达车，让往来的旅客有更便利的选择。更希望是由台北到左营的直达车，或者是南港台北到左营的直达车，让时间更加的一个缩短。因为我们看整体的高铁的运量，从台北到左营直达的车它有一定的搭乘量那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在未来规划班次的时候，能够再做进一步的检讨。高铁表示，加开的1985车次已经列入2月2号后的新班表，民众可以预定利用。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高雄捷运黄线施工，周边开始进入交通黑暗期。在澄清路沿线的几处路口，不只是尖峰时段，交通拥塞，动线也经常变动。因此，地方民代邀集市府相关单位共同会勘，提出改善的建议，希望在漫长的施工期间能发挥交通疏解的功能。塞！高雄捷运黄线施工开始进入交通黑暗期，在澄清路沿线的几处路口，不仅尖峰时段交通拥塞，就连动线也经常变动。因此，地方民代邀集市府相关单位共同会勘，明确提出改善建议，希望在漫长的施工期间可以充分发挥交通疏解的功能。在澄清路凤山的青年路等等这一些交通本来就已经非常繁重的路段，它的工区的这个工程围篱也都陆续的把它建立起来了，那会造成整个车道的缩减变成在机车的使用的民众跟汽车的使用上面会有一个空间上的压缩变成说在行进之间跟在道路转弯子的时候会有一些车流交杂，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一些疑虑。现场会勘之后呢，建议是说在这个路型的渐变的长度上面应该要更提早的来让用路人知道前面的路幅已经缩短了，然后在通行的时候要注意车速跟整个车道的一个变换来避免危险的发生。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圆山正修这一个十字路口呢，也是车流非常繁重的一个地方。那智运中心也会进行更仔细的观测，然后来调整相关红绿灯的秒数，让这个经过的车流能够更加顺畅，而不要让他们因为等红绿灯还有左转右转的这一些相关问题，让整个车流溢流到整个澄清路在上下班的时间其实大家都很明显的感觉到更容易塞了，而且塞的时间更久了。捷运施工不仅造成交通拥塞，车祸事故也是频频发生，因此民众在经过的时候都提心吊胆。现在提出的改善建议，地方听到之后也都相当认同，希望能够实际落实，发挥效用，来减少重大事故的发生。交通非常不便，出入也非常不便，那有时候走的时候安全也是很大的问题。希望我们施工的单位赶快度过这个黑暗期。觉得议员他的建议就是说，能够把那个红绿灯的秒数调整到一定的比例就是能够让这个十字路口的量能够赶快的汽车或者是机车都能够很快速的通行。那我想应该就能够稍微缓解一下那边的拥塞的情况。捷运施工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城市发展，但交通安全和施工效率可不能降低。地方将会持续紧盯进度，要求相关单位落实配套，将施工的影响降到最低。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过去要从旗津的中州3路129巷通往旗津3路，只能绕道相当的不便，因此公务局特别打通了东西向道路。现在不但可以直接连通，道路也相当的宽敞，大幅改善地方的交通，在地民众也都表示变得相当的方便。道路宽敞，笔直明亮，路边还规划有停车空间。这里是旗津区中州3路129巷。过去居民要从这里去旗津3路，只能绕道通行，出入相当不方便。而在日前，公务局开通了新的连接道路，当地民众表示，现在进出很方便。有了这条横向道路的贯通，对当地交通很有帮助。有啊，这交通也好啦。这个就是啥，人停车也好。所以对这讲利益真好。现在有开路就会有那个有进步啊，也比较交通也比较会舒畅啊，还不会一直塞车，
因为现在如果假日旗津那个假日的时候，交通都阻塞住啊。你有一些横向的一些道路会有一些帮助啊。会啦，较方便，当然是较方便咯。公务局新工处表示，中州山路129巷过去没有和旗津山路连接，导致居民出入不便。考量民众急救需求和整体交通系统的规划，是否正式启动道路打通工程，来确保当地交通可以顺畅通行。新工处办理旗津区中州山路129巷东西向道路正式打通通车。本次工程全长约157公尺，由中州山路衔接旗津山路，彻底解决过去巷道未贯通、消防车难以进入的困境。通车之后，路幅更宽达15公尺，不仅大幅提升居民通勤的便利性，更完善当地的防救灾道路网，落实公共安全保障与均衡的区域发展。这次工程的起点位在旗津山路，终点衔接中州山路129巷，全长约157公尺，包含宽15公尺、长51.5公尺的都市计划道路。现在新道路通车了，路幅相当宽敞，大大的提升居民日常通勤的便利性。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开在高雄县德市场旁的肉圆水饺店，传承2代，始终坚持手工制作，每天清早不到6点就开始营业。4块钱的水饺，12块钱的大肉圆，也成为居民们都爱的台式早餐。白白胖胖的肉圆在蒸笼中紧紧相依，开在县德市场周边的传统小吃，开业40多年来只卖肉圆与水饺。肉圆从外皮、肉馅到酱料都坚持自家手工制作，就连水饺也坚持每天新鲜现包，只为了让饕客能吃到新鲜的美味。其实当然是我们现在也是等于是在撑啦，因为说实在的，现在做餐饮业其实也很不容易，就是不要说食材，可能连包材啊、水电啊什么都涨价啊。可是因为爸爸妈妈就觉得说，可以让大家都可以吃得起这样子，就是跟客人也可以买得起啊。我们就是赚我们该赚的钱这样子啊。但是物价只要再上涨的话，我们当然也是没办法啦，对。清早6点多就开业的小店，从凌晨便要开始工作，才能将这份手工美食赶在客人到来前制作完毕。即便如此辛劳，店里依旧天天营业，让饕客们能够随时都来吃早餐、午餐。我们家的肉丸的话是属于南部传统蒸的肉丸，那我们的皮是属于比较软、比较 Q 的部分。那像我们其实最辛苦的是皮的部分，因为那个米浆我们等于是以前类似以前那种传统的制作方法，那我们家等于是用传统的方式，就是泡米，然后磨成米浆，然后还要下去煮、下去滚这样子。那个皮的话，前后过程从有到好，就是整个要6个小时。对，那个皮其实是最费工的。对啊，肉的话，我们就是用市场的黑猪肉，每天都新鲜现做，就人家所谓的温体猪。但黑猪肉的部分的话，是比白猪还要来的 Q， 肉质还要再鲜甜一点这样。传承2代的古早味，以铜板价格薄利多销，在物价齐齐高涨的时代，让多年来的饕客们依旧可以吃饱吃好，没有太大的负担。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大鱼餐饮集团旗下的鳗鱼餐饮店正式进驻台南高铁站旁的大型购物中心，延续品牌现点现烤的料理职人精神，以及外销等级的鳗鱼食材，让消费者不用出国就能品尝最正统顶级的日本鳗鱼料理。火可以小一点。外销等级的鳗鱼搭配独门酱汁。经直火烧烤后，香气直接冲出荧幕。这间从料理手法、器皿使用、装潢设计，每个细节皆充满浓厚的日式风格，营造宛如置身日本的用餐体验。经过蒸煮，然后我们公司特制的蜜酱，然后去烤过的这样的鳗鱼，强调了它的软嫩度。还有我们公司坚持一定用外销等级的4批到5批，1公斤4尾到5尾的鳗鱼，然后
我们也坚持用1年的鳗鱼，就是所谓的新仔鳗，这是我们公司一直坚持的。所以坊间有很多鳗鱼吃起来很多刺，其实那都是叫做老鳗。老鳗因为它皮很粗，所以叫做 spongy unagi。其实国人对台湾的鳗鱼有一些不好的印象的原因，是因为都吃到不好吃的鳗鱼。大江户町鳗屋创办人江俊明表示，品牌今年在3井体系共开出4间门市，未来5年目标拓展至20间据点，希望让更多国人认识并品尝台湾最顶级的鳗鱼料理。今年在3井总共展了4家店，那未来我们是5年20店的计划。那最主要，我想我们要开这个鳗鱼饭的主要的原因是想要把在地文化，把台湾的最好的老天爷赐给我们的鳗鱼，能够留在台湾，给台湾的消费者、国内的消费者能够享用吃到好吃的鳗鱼，不要每次把好吃的鳗鱼都外销到日本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跟主旨。为欢庆台南新店开幕，业者即日起至1月4日，连续7天推出限时优惠1本鳗便当，消费者可用半价享用营养价值高、口感细致的鳗鱼料理，欢迎民众前来尝鲜。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号称全台最难订的吃到饱3号店，在桃园正式插旗，将原有的品牌店面重新改装升级，完整规划了9座岛台，带给大家全方位的品味旅程。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一开店就大排长龙，都是等不及要享用美味的饕客们。号称全台最难订的吃到饱3号店在桃园正式插旗，将原有的品牌店面重新改装升级，装潢风格用明亮温暖的金黄色为主色调，完整规划沁鲜盛硕、极包、善制冰9座岛台，为消费者献上视觉与味觉的双重极致飨宴。这次我们有引进沙公。野生的沙公，还有智利的红蟹脚，那包括炸的，我们也有八宝丸跟那个花枝丸这些，然后中式有凡利贝，本来有干贝，我们又增加凡利贝。那凡利贝我们就用全熟，因为有的人不敢吃3-4分熟，因为干贝都是3-4分熟。那我们凡利贝把它用全熟，加一些酱汁，还有一些鱼子酱，它也是跟干贝一样的。然后中餐除了我们的招牌烤鸭，那也用那个烧麦、鲍鱼那些都有，还有佛跳墙我们特别去用。那吧台的话，因为桃园，所以我们就请我们的调酒师顾问用一个好淘气的名字，它是用杨桃汁加 vodka 去做的。那点心我们也增加4样的日式甜点，那来给桃园地区。品牌自助吃到饱最受欢迎的就是海鲜，主打高规格冷盘跟冰镇海味，还提供现点现做的炙烧握寿司跟熟卷。每天引进台东成功渔港直送的现流生鱼片，让喜爱的饕客找儿女帮忙抢订位置，就是为了这一位。我之前有在台北的那个南港店吃过，我可能觉得餐食都很有水准，然后再一个就是一岛台1餐9这一部分。对，其他的业者比较没有这样。没有，当然是还有它的一些海鲜啦，我是比较重海鲜啦，所以我就觉得它的海鲜的品质都很棒。但是之前的汉来的时候，汉来我有吃过，里面的蛮宽敞的，对，就蛮宽敞的，就对汉来的时候，对，那。今天就很期待里面的，对呀，很期待大吃大喝，因为不容易订到对呀，真的是不容易朋友都抢不到。店内还规划中西餐类的熟食区、大人小孩都爱的甜点区，以及调酒饮料区。携手亚洲50大酒吧 TCRC 主理人阿翔推出桃园店限定调酒好淘气，现场还有 Gelato 冰淇淋跟多款日式和果子，带给大家全方位的品味旅程。记者一屯报道。近年来，健康饮食风潮盛行，蔬食料理不再只是传统的刻板印象。在基隆有一间结合了泰式与客家风味的创意蔬食餐厅，透过业者的巧思，将异国的香料与在地客家食材完美的交融，成为基隆绿色餐饮的新亮点。新香料在锅中煸香，大蒜、辣椒、洋葱散发迷人香气。主厨王义正正在制作招牌料理大抛叶炒肉的灵魂酱料。
我们的打抛猪的话，我们会先用这个辣椒、跟蒜头、跟红葱头直接干过去煸香。我们的香料先呈现一种半焦的状态，倒这个辣酱，有香气之后呢，新猪肉，加这个豆子，可以加我们的打抛叶，然后都是植物肉成分，然后再撒上炸过的打抛叶。这家泰客蔬食不止经典的泰式料理，更大胆融合客家元素，像是清迈咖喱面搭配客家炸婆菜，就是可以用当季的时蔬下去，把它刨丝之后再裹浆下去炸。对，这算是我们客家传统的，就是给小朋友吃那种小点心。将当令蔬食刨丝裹粉油炸，放进黄咖喱鸡蛋面中，再加上手炒酸菜点缀。还会搭配我们这个我们客家的手炒的酸菜。就连泰国人早餐常吃的烤肉串，在这里也变身蔬食。因为泰国他们传统就是会有一道菜叫靠鸟母饼，就是用糯米搭配那个肉串一起吃的，所以他们会当早餐或是出门上班的时候，在路边那个小摊车买，赶快吃一吃的。那我们就是用这个发想去做这一道菜，所以因为我们做蔬食嘛，所以我们就用那个炸过的豆包去取代肉品，然后再用他们肉串的腌制的方式去做，所以就是有点像是肉串的口感，然后再搭配我们那个紫糯米一起吃，然后我们还会再附一个我们自己手做的一个凉拌菜，时令的水果凉拌菜附在旁边。还有这道造型可爱的泰客双板，则充满了浓浓的思乡情。是我们自己用新鲜萝卜下去炒的，自己做的萝卜糕，然后只是我们把它用捏成球的方式下去油炸。对，这是我们去泰国的唐人街那边，然后那边的客家菜，他们有做这一道用萝卜糕下去炸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这道菜其实跟我们台湾传统吃的萝卜糕的那个一片一片的、一块一块的形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想，那我们把这种方式带回来，再组合成这一道菜。对，然后里面的调味其实没有过多的调味，主要就是胡椒跟一些基础调味啊，主要还是要让客人吃到我们萝卜的鲜甜。从路边摊卖泰式凉面起家，到仁爱市场开店，王义正与合伙人吴家胜一路走来，在疫情中坚持，更获得基隆好物甄选计划。那也很谢谢基隆文化局对我们基隆这在地的产业的支持，让我们也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我们吃很多泰国的料理，但是在泰国吃。那每次吃，我们就会有新的灵感回来。我们可以给基隆的或者是喜欢泰式的人，可以给予什么样的新鲜的菜色？这样，对我不要有时候看那个菜单，其实都是那些嘛。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让大家觉得更有趣的料理。有客人跟我们反映说，他们去其他的泰式餐厅，他们都觉得他们的菜好像过于公版，他就觉得来我们这边吃虽然是泰国菜，可是他们觉得很有新鲜感这样。那我觉得未来我们会继续往这个方向推陈出新，给大家一些新的想法。然后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很多小店家一起努力这样子。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我们自己可以往绿色餐饮的这一块走，就是食材可以更友善土地啊，然后有一些有机的食材去入菜，所以我们还蛮有信心的往这一块去努力。从机车路边摊到特色蔬食料理，王义正、吴家胜两人用创意料理推动绿色饮食，也为在地饮食文化注入创新能量。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为了让民众轻松准备春节围炉，连锁量贩店抢先布局年菜市场，举办年菜发表活动。现场上百道的年菜一字排开，气势宛如满汉全席，而且还祭出多项预购的优惠，让年节大餐提早就位。樱花虾米糕、牛小排、鲜虾粉丝煲，还有佛跳墙炖鸡汤，饭后还要来一个甜品水果，各式各样年菜琳琅满目，从经典秋楼菜到澎湃海陆，通通都有，上百道宛如满汉全席。连锁量贩店年菜发表，今年最大亮点就是主打米其林与必比登评鉴餐馆的招牌名菜，星级名店一次集结，数量更是近年来最多，不必排队定位，再加简单复热就能端出名店水准。
那今年呢，我们是创了通路之举哦，我们在12月就开始预购，推出了超过200多道的这个年菜。那它包含呢，不仅是有这个米其林、必比登等级的名店，还有很多名家的餐馆，甚至地方的名店呢，也都在我们这个贩售的这个品项当中哦。那除了这些冷冻室需要复热的年菜之外呢，我们也推出了相当多高档的食材，因为过年总是要吃得澎湃哦，所以包含就是说一些海鲜食材啦，像大家很喜欢的帝王蟹，然后龙虾，甚至大明虾呢，在过去这几年的这个销售业绩呢，每年也都有超过这个双位数的一个成长。台菜名厨郭宏彻师傅也现身分享料理诀窍，提醒民众冷冻年菜要慢慢退冰再加热，才能保留食材口感与风味。他也建议年菜可依家庭人口与喜好单点搭配，少量多样，更符合现代家庭需求。我是建议各位民众，如果把这个冷冻的不管是肉品或是海鲜的这些年菜带回去，你看它的情况，如果它体积比较大一点，我是建议前2天放下来冷藏，或许放在这种天气这么冷，放在水槽里面，不要拆开来，让它先回冰。那有的东西，比如说有海鲜类这些东西，可以放冷藏1天，然后再来做加热，因为尽可能让它退冰退得比较完整的话，它加热的时间变短，它就不会把我们本身的食材跟风味把它破坏掉。需要注意的事项，其实像这种东西，我是建议说，我们不要把它整包放在那个电锅里面蒸，把它拆出来，用我们家里的容器，不然用汤碗啊，用瓷盘啊，那封上保鲜膜，这样来蒸，这样子，我是觉得整个出来就像我们自己在锅里面自己烹调出来的菜品一样。年菜市场也吹起 IP 联名风潮，年菜业者推出超吸睛的宝可梦佛跳墙，主打小家庭分量，让围炉餐桌多了惊喜与话题。今年的话，特别推出了2款，一款是皮卡丘跟伊布的款式，另外一款是精灵球。对，那精灵球的话，它有分成上下盖，就跟你宝可梦球一样，可以掀开来。对，那里面的话就是搭配我们每一年经典的佛跳墙，我们严选的原料的食材，还有天然调味。分量的话，其实也是适合就是我们小家庭的3到4人的分量。其实除了过年好吃以外，其实也具有收藏的价值。业者观察长假加围炉需求，年菜市场规模持续成长，连锁量贩店整合实体与线上通路，提前开卖，选择更多，从星级名店到创意联名，一次满足，也让民众过年不必忙翻天，轻松就能吃得美味又澎湃。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从2018年宝可梦选择台南都会公园作为专属活动场域后，全球玩家瞩目的卡洛斯台南将于2月20至22日延续3天登场，预计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宝可梦训练家齐聚台南。活动规划首次亮相的异色蒂安西异色宝可梦，而且将在现实场景中呈现3处超亮眼的主题栖息地。同时也将首度推出夜间限定的超级之夜。从2018年游戏开发公司宝可梦选择台南都会公园作为专属活动场域后，2026年全球大型活动 Pokemon Go Tour 卡洛斯台南再度回来了。日前由市府观光旅游局与游戏开发公司共同召开活动宣传记者会，将在明年农历年期间国历2月20到22日，在台南都会公园登场。今年活动除了可以看到3大主题栖息地，另外还首次规划夜间超级之夜，要让民众白天、黑夜都能体验游戏乐趣。我们这个超值之夜，是我们第一次做的夜间活动，我们也是首推的一个活动。那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但是延长时间而已，它是一个全新的面貌给到玩家，然后玩家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延续早上的一个 gameplay 到晚上，而且是一个全新的面貌。2026年 Pokemon Go Tour 在台南，所以说非常欢迎大家在2月20号到2月22号3天的时间来到台南。其实过年的时间大家都喜欢
到处吃吃喝喝、逛逛买买，但是来台南 CP 值最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宝可梦全世界唯2的这个Go Tour 活动就在台南，不仅白天有活动，晚上有活动，而且非常非常的适合哦。大家知道，在全世界只有2个城市，一个是美国的洛杉矶 LA，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台南，也是亚洲唯一、全台唯一，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哦。市府观光旅游局长林国华表示，这次活动除了能在都会公园看到中央村庄、海岸研究所与山脉地带外，夜间还有灯光与声景，欢迎全国民众甚至外国观光客到台南旅游。记者陈义素林跟台南采访报道。学习客家话不再需要死背硬记，现在就有一个随身的家教可以陪您聊天。桃园市政府为了推广客语，历时2年开发出全国首创的桃园大客家 AI 学习系统，不用下载 APP， 只要打开网页就能使用，而且还特别结合了 AI 聊天机器人和闯关游戏。桃园市客家局于8号在平镇联兴国际医院举办桃园大客家客语学习系统成果发表会，现场不仅有实际体验，更请来体育主播徐展元和新闻主播李文怡担任代言人。这套系统取名为 TAI， 就是 TAI， 结合桃园英文拼音里的 T 以及 AI 科技，读音刚好就是客家话的大，象征桃园要带领客家文化走向更大的未来。桃园市长张善政亲自出席发表会，他强调桃园拥有全台最多的客家人口，这套系统是为了让语言学习突破时空的限制。客家局花了2年时间，用人工智慧技术开发的客家话的学习的 APP， 今天正式宣布。那么这个客家话学习的 APP 叫做桃园大客家桃园台哈卡。那么有3个功能，第一个就是对话，第2个是翻译，第3个是闯关游戏。那么我想学习语言的 APP 其实外面很多，但是能够结合人工智慧的，我想这是非常少的。我们桃园市政府在智慧城市里面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今天正式宣布，希望有心学客家话的朋友都可以来多多利用。那我们下一步呢，准备把这个架构、这个工具推展到学习原住民上面，原住民的语言上面。但是我们也期待说，过1-2年，我们学习原住民的语言工具也会马上跟上来，让我们桃园这个多族群的城市，不管在客家话、在原住民语言上面都能够推动的非常顺利。为了让学习更有趣，客家事务局在系统设计上下足功夫，特别创造了2个虚拟角色，活泼的阿哈和温柔的艾卡。客家局长范江泰基表示，语言一旦流失，文化也会跟着消失，因此他们希望透过 AI 角色降低大家口说客语的心理门槛。因为我们这个 Web App 系统，我们就希望说，如果是客家人，那你可以透过这个系统来持续的练习。那如果你不是客家人也没关系，我们有最简单的方式来进入我们客家的环境，比如说，你可以用华语问。好，然后你可以听客语的回答，或者是说你可以用闯关游戏，因为里面就有句子啦、有单词啦、有对话的选择等等，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兼具简易，然后方便，24小时都能够使用这样子的系统来学习客语。今天正式公布了之后呢，我们就会用空战跟陆战的方式，我们来推广这个系统哈。所以我们会借助着包括像电视啦、广播啦等等的行销的宣传。那陆战的话，我们也会进入学校的系统啊，然后也会请新传师他们在开课的时候也帮我们推广啊。我们希望说能够遍地开花，让这个系统能够在想要学习客家的人身上都可以用得到。这套强大的系统幕后工程是国立联合大学客家学院负责开发的张成基教授。他指出，这不只是一个翻译机，更像是一个可以陪你聊天的朋友。团队在 AI 的语料训练上特别强调日常对话的真实感。
除了那种平常课程上面的那种教学之外，很强调就是说，可以那种日常的对话。那我们这个 APP 呢，也可以让这个上班族呢，他们如果要学习的话呢，也可以很简便例如说，它可以用这种聊天的功能 ，AI 聊天的功能，那也可以用 AI 翻译的功能例如说，他可能今天要打招呼要怎么打招呼，说早安怎么讲晚安怎么讲，那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翻译系统。那如果你不会念也没有关系，那我们有特别提供有一个附送的功能，就是说，如果你完全不会客语，那你想要玩这个游戏，那你可以按这个里面有一个按钮呢，是可以让你朗读的，所以你可以先听完一小段的客语，然后你就可以跟着他念。发表会现场，身为代言人的热血主播徐展元也现身说法。身为客家人的他，现场试完了闯关测验，对于系统的即时回馈功能大呼过瘾，还用他招牌的口头禅大赞这个系统。从变形的什么的规模来哦，全来打。从基础单字到日常对话，还能透过闯关游戏累积星级与徽章，完成挑战还能获得市长亲笔署名的数位奖章。桃园市府透过 AI 科技，要让客语学习变得时尚又好玩。即日起，只要上网搜寻桃园大客家，就能免费使用，让 AI 陪你说出一口流利的客家话。记者曹小棠采访报道。最近缺血严重，台北捐血中心基隆捐血站只剩4天的存量。基隆市民间团体和市议员合作举办捐血活动，民间团体特别募集了乌鱼子等物资，吸引不少的民众来捐血。不只有人从桃园到基隆来捐血，还有名熊猫型 RH 阴性的民众也来捐血。天气很收收，血库拉警报，只剩下4天血量。民间汽车美容业者发起了捐血活动，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来捐血就送手工皂、馒头、吐司，其中前100名捐血民众还加码送乌鱼子。不错啊，现在是捐血可以救人。因为刚好就真的是住附近，对，所以没有特别说为了什么赠品。这次乌鱼子啊，就是喜欢乌鱼子。怎么说？就喜欢啊，吃啊。比它贵啊？比它贵，对不对？对。真的是不知道最近乌鱼子价格但是因为就上班族嘛，所以想说乌鱼子好贵，平常舍不得买。那看到有这个活动，又刚好可以做公益，就过来了这样。捐血活动中出现一位特殊血型的捐血者 RH 阴性血型，让在场人好奇询问。捐了很长一阵子，但是之后因为一不捐，就有电话一直打来，所以最近比较偷懒。对，因为每一次打的电话过来，好像在催命的那种感觉。我们介绍一位罕见血型的朋友，然后我们特别去把他邀请出来，一起响应这个活动，然后让这个血可以有就是储存的，可以让更多这种罕见的人需要用到的话，才有及时雨可以用到。捐血还加码送乌鱼子，引起民众热情响应之外，包括市议员张浩瀚、陈怡和施伟正及民进党基隆市党部同仁都挽起衣袖捐出热血。如果有身体有健康的身体，然后平常也有捐血的习惯，然后陈怡也是呼吁大家能尽量捐血，然后也会代谢着这个身体的循环，然后也可以救了一命。只要是这么冷的天气大家都挽起袖子捐出热血，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加祥和。那尤其在我们的河里，现在中山区人口最多的地方举办捐血活动，我相信今天应该会让我们的血库呢有一些注意。最主要就是因为台湾在这几年其实都有非常大的一个血库荒，那也藉由这一次的一个机会那刚好二老婆美剧联盟有这样的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那希望说能够号召更多的一个民众那愿意卷起自己的一个袖子。目前基隆血库存量只剩下4天，天气越来越冷，民间团体下重本，希望在农历年前吸引更多民众来捐血。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迈入第9年的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活动，今年从台北开始，预计用16天绕行22县市，希望能募集3万份爱心年菜。第7天的行程跑到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到车站为这群勇者加油打气。
迈入第9年的盲人环岛为公益而跑，第7天将从台南继续往南。虽然2号一早只有14、15度，不过这群跑者不怕冷，要跑出爱心，帮助弱势。市长黄伟哲在市府社会局和国际扶轮3470地区的舍友陪同，7点半准时鸣枪正式起跑，预计在台南展开2天1夜的行动。我就跑到台南哦，这个很厉害的，希望大家都跑出希望，跑出健康。用短短16天环台，不只展现彼此扶持的精神，也让社会大众看见身心障碍者坚强的生命韧性。2号下午，他们在许多扶轮舍友的共同串联和支持，来到永华市政中心2楼广场。对这群跑者来说，他们看不见前面的路，却每一年坚定往需要帮助的地方来跑。其中难得的是，也有来自日本78岁的视障朋友来共同参加。另外，台湾首位环岛的视障跑者吴春成，8年前就完成670公里的壮举，今年在扶轮社长陪跑再次参加。这么多的好朋友来陪我们，我在此仅代表视障朋友，向这一些爱心的朋友以及长官，谢谢你们，谢谢。视障陪跑，我们帮视障朋友的是马路跟道路，可是视障朋友帮我们的是心路跟湿路，有没有很棒？盲人路跑集合政府和民间的力量来支持在地社会福利单位募集年菜，也让公益成为过年前有需要的家庭最实际的帮助。要带更多的人，让这个世界一点都不悲伤。我们希望运动平权，所有不管你是弱势的，不管你是智障的，你都有这个机会来运动。更可贵的是，他们透过自己运动，还能帮助其他弱势团队。该行动选择台南作为重要的停靠城市，相信也是对台南长期推动身心障碍者福利和政策的肯定。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新北市鲜奶幸福周将在今年开学日2月23日正式启动，每周将提供涉及或就读新北市2岁到12岁的学幼童1瓶免费的鲜奶、豆浆或优酪乳，全年52周不中断，预估共有33万名的孩童受惠，期盼让每个孩子都能领得到、喝得到，在健康中快乐成长。为了让新北的小孩子能在健康的环境中快乐成长，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宣布将启动鲜奶幸福周政策，自今年下学期开学日正式启动，每周提供涉及或就读新北市的2至12岁学幼童1瓶免费鲜奶、豆浆或优酪乳，全年52周不中断，预计超过33万名孩子受惠。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活动记者会中表示，希望让孩子们能在成长的过程中，在营养方面能够被全面照顾到。鲜奶幸福周让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让他的营养能够全面照顾。对新北市是全国孩子在求学过程当中最多的人数，也是我们投下教育资源全国最高的付费城市。那如何在教育的学习资源不浪费以外，又能够照顾他的健康，变成是我们一个责任。所以鲜奶幸福周新北市从这个学期开始，2岁到12岁，我们每周都会有鲜奶，全年52周。另外，针对新北公私立的国中学子，后也加码宣布，将从今年下学期8月31号开始，鲜奶幸福周政策将扩大照顾到全新北公私立11万名国中学生，强调对孩子们的照顾，只要在财政资源可以负担的底下，他都会全力以赴。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花了4.29亿，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我们的国中公私立的学生们，我们还有11万人也要得到好的健康照顾，所以我们也推出在今年的下个学期8月31号开始，我们的国中生再加1，有我们的牛奶、豆浆甚至优酪乳
来对他们全方位的营养照顾。所以对孩子们的照顾，只要我们在财政资源可以负担底下，我都会全力以赴。新北教育局表示，鲜奶幸福周不仅是一瓶鲜奶，更是一项陪伴孩子健康长大的长期政策。未来将持续关注追踪孩子的身高、体位等健康指标，持续优化流程，扩大合作通路，与家长共同守护新北孩子的健康，打造友善安心的成长环境。记者肖志荣新北采访报道。走过41年的台南文化中心，承载无数的戏剧、舞蹈与表演艺术的文化记忆，特别推出南火之诞展览，以艺术向这座文化地标致意。目前步入大规模整建的文物陈列馆、原生剧场，预计115年底完工，但1800席的演艺厅闭馆近2年，却没有其他的场馆可替代。许多大型剧团的演出势必会跳过台南。台南传统气氛霓虹拱门加上椰林大道，中间则是凤凰树意象。文化中心与草飞火影像设计团队光满楼推出节庆主题艺术创作南火之诞，包括椰子树的椰子是用灯笼去做的，然后还有最前面的入口的拱门也是用台南的字样，然后可以让大家去输入荧幕的字，然后让大家一起就是祝贺台南的节庆，然后或者是想要告白也可以，或者是想要对文化中心未来说的话也可以。除了装置上满满的台南味，文化中心志工和市民也加入共创，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民国73年启用的台南市立文化中心，面临设备更新、空间不敷使用等困境，目前步入大规模整建，文物陈列馆、原生剧场已经休馆搬迁，预计将从115年3月底整修到12月底。至于最晚整建但影响也最大的演艺厅，将从116年1月份闭馆，预计117年底重新问世。艺文展览它的确会因为演艺厅关闭的关系，其实它是会受到影响。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因为前阵子也重新整理过归仁文化中心，它也有演艺厅。然后明治文化中心它其实也有演艺厅，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把相关的一些表演活动就是分流到不同的一个场馆当中。那除此之外呢，事实上也在思考就是户外展演的一个可能性。文化局表示，台南并没有其他可以容纳那么多人的演艺厅场馆，客群一旦流失，要花更多力气把观众找回来。为此也规划透过节庆邀演，把大型剧团找进来，阵痛期不可免，期待更好的空间出现。记者周怀谈的报道。岁末寒冬不孤单，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在台北天成大饭店举办岁末围炉活动，邀请来自各地的弱势与独居的长辈提前团圆，用一桌热腾腾的年菜陪伴长辈迎接温暖新年。今年活动席开30桌，邀请300位长者齐聚一堂，现场气氛热闹又温馨。由终身志工郎祖云主持，内政部议政司公益大使团带来详实谢瑞演出，还有摸彩与健康福袋，让长辈笑声不断，满载而归。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与卫福部次长吕建德也到场力挺高龄议题。强调将强化独居关怀与长照衔接，打造更完整的高龄安全网。今天再一次感谢大家，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让我们的替代役的、我们的服役的、我们的役男，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公益大使团，能够来为大家庆祝我们的新春愉快。那么这是我们第17次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大家喜欢他们的表演吗？谢谢。那我们第18次以后还会再继续办下去哦。好，谢谢谢谢。那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有光复乡，我们来的乡亲。那我们在去年，我想大家很辛苦，历经了一场真的是很大的天灾。那我们今天也看到我们光复乡来的我们各位乡亲，我们是不是也用掌声我们鼓励我们光复乡，我们重建顺利，未来一切平安，好不好？
谢谢。老盟真的是我们政府在整个推动整个有关于高龄政策非常重要的伙伴。那我跟各位报告，我们从今年1月1号开始，台湾已经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那么我们整个65岁以上的这个长辈是467万1117位。那我跟各位报告，可是我刚刚一进来看到大家这一个生龙活虎精神矍铄，真的是觉得大家真的是我们台湾的宝，大概光对不对？那特别要感谢老盟在很多的福利上面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指导。长期关注社福议题的立委王玉敏、林月琴以及陈昭姿等多位跨党派委员也到场表达对弱势长者的关心，更以实际行动力挺老盟的执行方向。不管事实上是在交通的议题推动高龄者的驾照的这一块，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长照进入到3.0，也还好有我们的老盟。那甚至我觉得之前淑清在跟我提到说，有些相关的交通的移动权这一块那我们也让 Uber 针对于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然后呢，他们也推出了年长者的一个账户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政策，甚至在于我们高龄的这一块是不是失智会要预防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让55岁以上的听力健检事实上是纳入为健检项目这都是我觉得是老盟跟我一起来促成的在卫福部的带领底下，还有老盟的努力底下，我们现在给老人家的福利跟服务是越来越好我们从1.0、2.0。到今年是3.0我们会提供给长辈更多在社区方面的服务那未来这个孤独老的问题，我想这个老盟也非常的重视这个我们也会持续的来推动，所以要跟大家报告。政府做对的事情，这是不分朝野党派我们在立法院、在委员会一定全力的支持。我们今天来，我们也请听各位有哪些需要我们继续照顾、继续服务的就是老人是我们国家的宝，是我们的国家的宝。我们就是要让大家活得健康、活得快乐、活得好、活得有尊严、活得有选择所以为什么在一年多前，我们也把所谓在工作群，我们也解除了所谓的65岁强制退休这个令，我们已经把它解除掉了。台湾已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突破457万人，其中独居长者超过100万。不少长辈因行动不便或缺乏亲友陪伴，年节反而更冷清。老盟持续号召社会力量，希望让围炉不只是过年习俗，更成为长辈被关心、被记得的重要时刻。我们如何让我们老年人能够过得非常健康、非常快乐、非常有尊严、非常有智慧的生活？这个是我们老盟正在努力的课题，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来做好。我也希望社会各界对于我们独居弱势的老者都能够多加关怀，让他们能够放心，能够安心，能够开心，来生活在大家的关心之下。老盟表示，围炉不只是一顿饭，更是一份有人陪、有人在乎的承诺。期待透过年年累积的行动，让长辈在熟悉的年味中感受温暖，也让社会看见高龄关怀的真正价值。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台南市北区又多了好玩的亲子景点，市长黄伟哲陪同许多市民一起开箱北城公园的凤凰树屋，以及顺德公园的猫头鹰乐园。一起用，小朋友就兴奋到不行，迫不及待地冲上前去体验。各种设施也让公园变成了小型游乐园。2、1，耶！恭喜我们北城公园凤凰树屋顺利的揭牌，开心迎接特色公园启用。北区公所11日上午用音乐派对的形式热闹宣传活动，邀请慢慢来教育市集、正觉幼儿园、配爱幼儿园的小朋友抢先体验，
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到场，和大家一起开箱北辰公园的凤凰树屋，以及顺德公园的猫头鹰乐园。耶！幸福波比，我们祝福我们顺德公园，有大家的祝福哈，在这里天天充满欢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北区第9座公园特色游戏场的启用哦。那在华德里，我们看很多好朋友、大朋友、小朋友都玩开了心哦。所以说，我们北区这是一所大的游戏场，我们很希望借着这个有限的经费来提升无限的想象空间，那让很多大朋友、小朋友，让我们平常去公园，除了老人家散步绕场之外，很重要的让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有特色游戏器材可以用。那谢谢北区公所，也谢谢议会的支持，能够让我们台南市的特色公园越来越多，特色游具越来越棒，民众越来越喜欢。游戏场设计过程也办理座谈工作坊，结合亲子家庭共同创作，为成长留下专属记忆。游戏场要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办理了工作坊，我们结合了在地的亲子家庭，一起在我们的凤凰树下一起来透过手绘陶板让孩子们写下他心目中的特色游戏场，也留下专属的儿童记忆。好呢，这个是早期的一个还没有改建前的一个北辰的一个公园的状态啦那就是小小的一个罐头游具，这个生杀到的没想回来所以今嘛我们都设计是让孩子喜欢又有一点刺激的一个游戏场来营造一个快乐的气氛。北辰公园以共融式凤凰树屋为亮点，结合原生凤凰树与滚轮式溜滑梯，打造北区首座共融游戏空间。顺德公园则是以猫头鹰为主题，提供2到5岁幼儿适龄游具及安全沙地。区长潘宝淑表示，这2座公园的改善策略分别以共融共享以及幼龄专属为理念，满足不同年龄层以及不同需求孩子的游戏权利。今年北区已成功对外开放9座特色游戏场，而压轴的北园公园特色游戏场也预计将在明年初启用。潘宝淑强调，区公所目标是让北区成为孩子的游戏场，未来持续优化北区的公园环境，要让北区就是孩子的游戏场，成为台南市最具特色的地方招牌之一。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